分手最難當面講出口，邊有可能講清楚調轉頭就走？類似拎住火酒灑鹽喺傷口，唔想做衰人俾我唞一唞。喺我面前喊諗起都尷，乜都追問係咪私家偵探？幸福總係短暫，慢慢變得冷淡，因為我搬放去咗下一站。再解釋都只係掩飾，你進攻我後退似玩緊劍擊，冇心講大話，可惜潛意識想揾新鮮感忐忑，但都幾刺激。儀式感嘅嘢一向懶理，簡單講再見唔使唉聲嘆氣，逃避望住你執行李，結局爛尾冇心機執手尾。我怕心軟，先用 WhatsApp 逼你死心再分手，疑慮就不斷解釋，不過點講你都嬲，試過擁有就足夠，避免再花心機深究未玩夠，但始終不捨得對你開口。你話裏不斷孤單睇你 press on 你 IG， 有近視那次傾咗幾次悲傷無終止，我跟你極相似，但你始終都貪新意，我認我只想聽你講你願意試多次，一直有問題但又唔肯溝通，唔出聲又冇話嚟接我收工，去到最後都唔肯見1分鐘，我決定唔再為咗你失心瘋，逃避處理令我更加憎你，一拖再拖無奈成咗心理，唔理錯嘅年紀定係錯嘅時機，我知道你只識愛你自己。怕被改變，拒絕再飾演，放下你感覺視線更新鮮，最怕再沒資格佔據你嘅想法，厭倦了施壓重複舊對白，我怕心軟，先用 WhatsApp 逼你死心。